另一個需要關注嘅問題咧，就係維修保養嘅問題。我聽過一啲嘅殘疾人士嘅投訴，佢哋使用無障礙設施嘅時候咧，係一定要格外小心，好驚咧就將嗰啲設施咧係即係整壞咗，咁樣就冇得用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如果整壞咗之後咧，就要等好長好長嘅時間先至會維修，先至維修得好。我之前咧提及到嘅磅孔啊，呢條街嘅嗰個無厘頭嘅殘廁嗰個廁所咧，當局啊其實就最終咧喺我哋嘅大力下喺度嘅催逼之下嚟講咧啊，就做咗一個簡易嘅下斜嘅通道，解決通道嘅障礙。但係其實呢個咁少少嘅動作，少少嘅工程，竟然用咗幾耐時間呢？我知道啲事，可能你都想唔到啊，係1年嘅時間啊，先至完成。啱啱喺2011年嘅年初，啱啱呢幾日先至係會完工。我想呢啲咁嘅進度其實係絕對唔理想嘅，當局係實在有必要咧，係要加強定期嘅檢查，對損壞同埋被投訴嘅設施係應該要迅速咁作出維修同改善，減少設施長期唔能夠使用呢種咁嘅情況。